这是刚刚爸爸炒的。爸爸啊，嗨呀，看到啦。好不好吃？快点，好吃啊！这个好吃还是炒饭好吃？你干嘛问？陈列的就是左氏今天所推出的各项全新产品，为这个忙碌的现代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饮食解决之道。炒饭在忙哦，炒饭一定要慢慢炒。炒饭要慢慢炒，是不是？今天也是现场看到了修杰楷的料理功夫。来，超可爱的，哎呦！来，那我们先让那个妹妹先坐到那个儿童椅上。蓝色是波妞的碗。好，来波妞先坐。等一下给你。宝宝又开始忙了，今天他这个任务好多哦。好了，布布想要吃爸爸的炒饭吗？还是你也还好？你想吃糖果？你想吃吗？要不要？好，等一下让你开。等一下我帮你开。好，惨了，你的料理今天浪惨了，闹鬼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史上最严格的美食家，布布跟波妞来了，现在处于一种不受控的状态，就知道我们的美味总监今天可能会踢到铁板。那现在怎么办好呢？赶快呢拿出父亲的威严，立刻把糖果先没收。那你们先吃3口，我就给你们开。你吃3口了吗？你有吃吗？你吃，来，哦，自己吃。哦，你看妹妹吃了，布布赶快你也吃一下，布布。史上最忙的。对你好忙碌哦。啊，布布说我想，布布你先吃一口，布布。这是刚刚爸爸炒的。爸爸。啊，嗨呀。看到啦。好不好吃？快点。好。有各位，回去加鸡腿了啦。最近还没听到吗？好吃对不对？好吃吗？跟家里煮的一样吗？好吃啊！这个好吃还是炒饭好吃？你干嘛问？他刚刚说炒饭。布布，来，这个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炒饭好吃还是这个炒饭好吃？好啊。布布害羞了啦。帮你开。哇，秀现在真的恨不得有3头6臂。前面有 Hello Kitty， 你看 Hello Kitty， 你看前面有什么？布布害羞了啦。好，来看一下叔叔，耶，吐舌头超可爱。对他们出席老婆有特别叮咛什么？他就是他们的服装啊，跟头发啊，然后不要听他们的意见，要我们决定就好，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非常喜欢很闪亮啊，然后会发光的一些鞋子或衣服。就老婆有特别交代说，千万不要让他们穿每天都穿的那几件。对。会比较黏妈妈吗？还是？他们现在太聪明了，他们基本上爸爸在就会以爸爸为主，妈妈在就以妈妈为主，爸爸妈妈在就会看谁今天心情好就黏谁。